每一個人呢，都會喺生命中遇到佢嘅幸運星，即係一個能夠陪伴佢自己一生嘅伴侶。而我身邊嗰位幸運星呢，就係白韻琴白姐姐。81歲嘅白韻琴同細自己15年嘅律師謝偉俊喺1997年結婚。當年呢段老妻少夫嘅忘年戀轟動一時，時至今日佢哋依然恩愛如昔，用行動證明咗真愛無敵呢4個字。但講到轟轟烈烈，點都唔及近日網上流傳嗰2條40歲大叔舌戰60加大媽 video， 直情將忘年戀嘅激烈程度推向另一個層次，嚇到唔少網民眼都突埋。拍片者出貼近爆晒粗，表示我有冇睇錯？40歲嘅阿叔車咗落個60歲嘅阿婆，都好核突，這是什麼新型騙案嗎？呢條片令我諗起美國處男入面食咗朋友阿媽嗰段忘年戀，真係尷尬得嚟，又有啲溫馨。咁眼前呢一對就絕對係重口味嘅激情實戰版。片中呢位年約40歲嘅大叔，全程用情人箍住大媽，大媽就冧爆咁，成個人挨落去，一手捉實男朋友仔隻手腕。大叔唔知係咪有戀母情意結，佢完全被大媽深深吸引住，不停錫大媽面珠仔，仲後擒到用手捉實大媽兩邊臉頰，一嘢咀埋去，表演長達7秒嘅打車輪。呢個激烈嘅車輪戰，仲要係有下文，歷時6秒。大叔錫完仲要手指公掂大媽嘴唇，然後大叔跟手攞咗大媽手中嘅紙巾，幫大媽抹完嘴仔，再用同一張紙巾抹落自己個嘴度。呢個共享口水嘅動作，簡直係將想如已沒嘅愛情境界升華到極致。唔好以為咁快就散場，另一條從高處拍下嘅29秒影片，直頭係續集。大叔再次抵受唔住大媽嘅美色，用手捉住大媽條頸，情深款款咁 kiss， 由蜻蜓點水式錫到彎住腰，再嚟個360度全方位激吻，兩個嘴仔錫到難捨難離，錫到大媽嘴都乾埋，要飲啖嘢潤下喉先，恐防要 call 消防幫佢哋救火。呢2條片震撼到爆，即時刺激起網民嘅創作。相差20歲啫，如果係20歲女40歲男，正常到不得了。咁肉緊，睇見佢咁用力，幾驚佢啜埋副假牙出嚟。有網民就擔心大媽嘅安危，想問位女士睇落有冇認知問題？我擔心佢俾人呃，謝謝。最後有街坊認得呢對母子戀主角，留言爆料，佢哋係順利村，好出名啦。上次 M 記啲員工喺度討論佢哋，唔知佢哋幾多歲，但個阿婆行路不便，但係明顯身體殘疾，晚晚同一班奇怪人坐埋，經過見到都驚。真愛係咪真係無分年齡、無分場地、無分旁觀者嘅目光？呢對順利村忘年戀用行動證明咗愛情嚟到嘅時候係可以當成個世界冇到。不過呢份愛有啲人真係承受唔起。你識街神！今次條片就嚟到呢度，大家點睇呢？歡迎大家留言分享你嘅睇法。